行政長官參選人梁振英提出人口政策政綱，建議由出年開始，公立醫院停收非本地孕婦。佢又批評由政務司司長領導嘅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目標不清、進展不明。吳志庚報導。梁振英公布人口政策嘅政綱，佢首先批評政府成立嘅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目標不清、進展不明，而呢個委員會係由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領導。我未睇到呢個委員會嘅工作，婦產科服務喺母嬰健康服務喺幼兒教育服務方面已經開始感覺到有啲唔妥，感覺到呢壓力，感覺到呢係超負荷，咁所以呢，我覺得呢件事呢而家已經刻不容緩㗎啦。佢提出15項嘅政綱，針對一啲父母都唔係香港人，即係所謂雙非孕婦嚟香港產子嘅人數大增。佢建議公立醫院喺明年起停止接收呢類嘅孕婦。私家醫院方面，政府應該同佢哋押後商定明年接收雙非孕婦嘅配額。針對有人未經預約就衝急症室生仔，梁振英建議同內地嘅海關研究禁止當事人再嚟香港。佢話透過釋法解決問題，可免則免，但唔會完全排除。用香港入境法同埋用我哋行政措施都唔能夠解決呢個問題嘅話呢，我覺得我哋仲要考慮當時嗰個問題嘅嚴重性。我哋唔能夠完全排除釋法或者修改基本法嘅。另外，為咗刺激本地嘅生育率，佢建議提升子女免稅額，第一名子女由6萬加到8萬，打後嘅仔女就有10萬。又提議立法訂定男士侍產假。梁振英話，特區政府應該有權甄選同埋審批移居嚟香港嘅內地人，建議同內地政府商討，容許特區政府參與每日150個名額嘅單程證審批機制。亞寬頻電視記者吳子庚報導。行政長官參選人唐英年就話，政府有關人口政策嘅報告稍後就會出台，又反駁話梁振英未睇過報道內容就批評係唔公道。首先佢係冇睇過呢份報告嘅內容，因為我哋份報告係未完成咧，所以咪冇去過行會嘅，所以佢唔知道咧係唔出奇嘅。喺個報告好快就會出，我希望咧大家睇咗報告先作一個評論，因為如果唔睇報告就作評論咧，咁樣我相信對我啲公務員嘅同事咧，啲舊同事咧係好唔公道嘅，因為你要睇過個內容，你未睇過個內容就評論話有咩不足之處呢？咁樣對我啲舊同事係好唔公道啦。